晋王，嗯，晋王，啊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李煜轻车简从，到庙里跟皇上秘密见面去了。有这种事儿？他们说了些什么？总不至于是私事吧？可下官奇怪的是，你说皇上日夜要李煜来京谒见，就应该把李煜带回京城啊，不是吗？花蕊夫人也同去了。是啊。哼，这就难怪了。皇上自从花蕊夫人来了以后，就越来越感情用事了。嗨，我真担心，有一天他不发江南了。下官担心的也是这个。你说皇上年岁越来越大吧，情感越重，如此一来，谈何统一天下呀？哼，皇上常说，李煜现在并没有犯错，说除非他不仁不义不智的时候，才可以罚他。李煜这个人，要让他行为乖张，那可是不容易啊。赵普啊，你是个谋士，你足智多谋，要不然你想个办法。要不，我来帮李煜制造个不仁不义不智。这个人叫林仁兆，他就是带兵冲进青山寺要兵谏李煜的人。赵普已经把他的底细全都说给朕听了。此人是江南的一员猛将，你把这幅画像带着，看看可不可以从李从善那儿套出些话来。王爷，李大人到了。下官见过晋王。李大人，快快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来来来。哦，哎呀，不知晋王召下官来有何吩咐？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，快快请坐啊！客气什么呀？啊，其实本王找你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啊，只是近几日有人送了本王几幅好画，哈，我也想学别人附庸风雅，把它挂出来显示显示，供人欣赏。可是李大人你也知道，我根本对画就是一窍不通啊，所以这要别人家问起来，我又说不出什么名堂，那不是丢死人了啊！因而特地请你来，希望李大人多多指教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从善也是所知有限。哎，你看又客气了不是？啊，这谁人不知啊？你从小就受你父兄的熏陶，啊，那还会差吗？啊，多谢晋王夸奖。哎，别客气，来来来，帮我看看啊！好，快帮我看看这几幅画啊！哎呀，看看这个啊，看看这幅画，这个，哦，这是五星28宿真形图，是300多年前张曾尧所画。有人说张曾尧最能画出人物的机灵。嗯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你看看，真是啊，这个画中老人虽然是瘦骨嶙峋，可确实能看到他坚实的肌肉啊！啊，哼，好，哎，看看这幅，看看这幅啊，这幅又是什么呀？这是柳荫高士图，高士坐在柳树下，前面一碗酒，还有一卷白纸。传说画中之人就是晋朝人陶渊明。陶渊明，哈，陶渊明我可知道，啊，这陶渊明辞官归隐田园，你看看啊，坐在抱皮毯上喝着小酒啊，看来就要下笔写诗文似的，啊，哈哈，真是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。嗯，有画为证。啊，哦，还有一幅，这个，这不是林仁兆吗？晋王怎么会有林仁兆的画像呢？晋王要是不方便说，下官不问就是。啊，没有。李大人，我想问你一句，李大人是否真心相送，真心把我晋王当作是朋友？下官已经住在这里，又蒙晋王抬爱，下官岂能不知好歹呢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实话实说。林仁兆已经约期来归，这些话是他送给皇上的，皇上又转送给了我。江南举国书城，林仁兆又何苦担心没有报效大宋的机会呢？两国迟早是一家亲嘛。啊，对了，你不会怪他吧？
下官不敢。四海皆忠于皇上，林人照眼光远，令人佩服。好，说得好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哈，来，继续帮我看看。好。哎呀，这幅画，你给我好好讲一讲吧。啊？哦。啊，皇上在汴河旁盖了不少的房子，过去孟昶的族人就住在附近，现在还在动土兴工，相信以后啊，还会有很多人过来，还能用得上。皇上对待来归的臣子可好了。哦，这一栋就不错呀，听说啊是皇上给江南国主留的。啊，还有这栋，哎，这原来是给林人照的。林人照已经约期北来，干脆你先拿去，我再另外给他密一栋，这样你们兄弟探视来往也方便。啊，不，公公，下官不需要大宅子，您还是留给他吧。国主，臣弟怀着悲痛忧愤之心，不得不立即禀报，林人照早已一心归宋，却佯装忠臣烈士，瞒骗我朝。国主，韩王来信了。韩王的信没有经过枢密院转，是北朝那边有人受托，指定要直接交给国主。快，传许攸、徐铉还有张继3个人进宫。是。韩王的话可信吗？林人照有可能背叛吗？朕实在是难以相信。国主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为什么？难道国主怀疑韩王诬赖他吗？国主，韩王与林人照无冤无仇，不仅没有冤仇，而且私交甚好啊！若非有明显的事证，韩王怎可能从汴京来这么一封信？国主，您看看这信上的笔迹，是韩王的吧？是。那说明这信是真的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要故意陷害他。可朕怎么也不相信林人照是个不忠不义之人。不如把陈乔、潘佑找来，大家一起商议该怎么处置。国主，千万不可呀！潘佑和陈乔跟林人照交情甚好，难免替他说好话。如此一旦走漏了风声，林人照得到消息，马上举兵而返，到时候国主要处置他可就不容易了。至少朕可以先拿下他，再交给有关法司审问清楚。国主，千万不可呀！若林人照勾结的是吴越或北汉，可以照正规办，但是他现在私通的是汴京啊！如果您公开拿他讯问，那岂不是公然昭示我们不臣服宋廷，有意要与宋为敌吗？可朕也不能够单凭韩王的一封信，就定林人照造叛呢。哎，国主，不如先试试他，让他呢先交出兵权，看看他的反应如何。让他交出兵权？嗯，是。交出兵权，林人照怎么可能叛国？他当时说要带兵攻淮南，说要收回江北14州，那么情真意切。可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他要带兵投宋，那我朝损失的岂止是兵而已啊！就依你所言，交他兵权吧。啊，臣遵旨。国主诏曰：即日起解除林人照水师兵权，林卿另有任用。闻道之日着即生效，故兹昭示受卿知悉，谢恩。林将军，接诏谢恩吧。薛大人，国主为什么献身兵权？
国主不是说了吗？林清另有任用，赶快接诏吧。我不能接受。不接受？不接受就是抗旨，抗旨是要杀头的。卸我兵权，还有谁可以替代我？宋廷还会在乎谁？不巧，正是下官。赶快把兵权交出来吧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懂什么？你会带兵打仗吗？带不带兵，打不打仗，到时候国主自有他的安排。你还是把兵权交出来吧。啊，不行。好，我跟你回京。我和国主说。请。哼，将军，徐游，林将军，国主，您不能卸陈兵权呀！陈太兵几十年了，您不让陈太兵，岂不像鸟没了翅膀？那陈还能干什么？陈这个人还有什么用啊？你总算把实话说出来了。你怕你不带着兵投靠宋，宋廷不要你吧？什么投宋？谁要投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大宋传来的消息，说你林仁照已经约期来归，人家连大房舍都给你盖好了。依下官的意思，早该把你镇杀了。是国主仁慈，要给你机会试探你。想不到你还是死抓着兵权不放，还说什么反攻淮南？我看你呀，你是预谋叛国。你林仁照，你，国主，臣是冤枉的。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臣，您不能相信这种话呀，国主！臣一片担心。什么？一片担心？哼！你上次率人携兵器威吓国主，现在当着国主的面在这动武，下次你的刀就直接指向国主了。国主，是徐攸在这煽风点火，我早就看朕不顺眼，您不能那么庸信他的话呀！朕要是庸信，还能够让你站在这里吗？你不要诬赖徐攸。消息是从北方传过来的，你已经拿了你的一幅画像，还有我江南的军事兵舆图，给了宋廷。没有这回事啊！那人的话不能信，一定有人故意陷害臣。臣的脾气不太好，难免得罪人。得罪人？韩王跟你有交情吧？韩王会陷害你吗？什么？是韩王说的？没错，是韩王说的。就因消息来自韩王，朕才很为难。国主既为难，却还要卸臣的兵权，这还不够用心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您不相信您手下之将，您叫将领怎么样为您效命？您这还不够用心吗？林仁照，国主，即便林仁照是一员虎将，如今要防他反噬，也不能纵虎归山呐。就算你是冤枉的，杀你一人可保国家平安，解除大宋的疑惑，你的死也是应该的。这就是你的计谋？哼！你早就想除掉我了，是不是？我死不足惜，但我不能让你这个小人在国主身边祸作国主！你这个小人，我今天杀了你！禁卫军，走！国主，国主，国主，你中计了！国主，当堂行凶！国主，朕不想再见到你，拉下去！昏君呐！你宁佛养僧，亲小人听谗言，陷害忠良，国家要被你败亡了！够了！朕已经一再忍你了，你非但不自省，竟然还当众咆哮朕。败家的浪子，你只会写些风花雪月的词！无能的昏君，国家要亡在你的手里了！大胆！国主，君呐！如果人人都学林仁照，国主的威严何在？这种人死有余辜。臣请国主立即下令处决林仁照。昏君，国家要亡在你的手上，我江南要亡国了！拖下去斩立决！昏君呐！国家要亡在你的手上了，我江南亡国了！国主，都给朕出去！潘大人，你要
好好保重朝廷啊！哎呀，老爷，李平大人有封急谏。李仁昭战李傕，李仁昭出事了！不行，我要去阻止！潘大人，你不要着急，国主不是糊涂之人，我去就行了。好，你快去看看出什么事了，快告诉我消息啊！林将军，林将军，你看这个。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林将军。小民樊若水从小在江边长大，对长江之水了如指掌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在寻觅一位肯真正为朝廷做事的将军。而您，正是我所要找的人，所以我愿意提出浮桥渡江的构想，助将军北伐之用。国主，林仁昭忠肝义胆，一心要报效朝廷，他怎么会叛国呢？国主，臣愿以全家人性命作保，请国主收回成命，让臣来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国主，请收回成命。快！奸臣当道啊！我大唐要亡国了！告诉许攸这个奸臣，他误国害仇，陷害忠良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！跪下！这！我大唐要亡国了，要亡！林将军，刀下留人！国主，陈桥陈大人没有救下林仁昭，他赶到法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去外面守着，任何人来，朕都不见。是。陈大人，你不会要跟我说，我实在是没用，国主的手谕我都拿到手了，但是我赶到法场已经来不及了。什么？我要进宫，我要去见国主。潘大人，潘大人，你现在去，于事无补啊！现在我去处理林仁昭的后事，你也要好好保重啊！不行，我要进宫，我要去见国主。各位大人，国主交代过，你们都不能进啊！潘大人，你有病，你先回去吧。滚开！滚开！我要见国主。为什么国主要杀一个忠臣？为什么国主要听信许攸的谗言呢？潘大人，你还病着呢，您先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我的病算什么？国家有病才可悲呀！国主不见臣，不治许攸此等小人之罪，臣就长跪不起。国主啊，我潘有死不足惜，我要
为林人昭哀悼，为天理沦亡痛苦，为我江南国家不存悲号，天理何在呀？国主不杀奸臣，朝廷四海土崩，九州瓦解，立现眼前，覆巢还有带走5万乱呐！你们全部都走！潘大人，你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潘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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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把潘大人扶走！潘大人，来，潘大人，快送他回去！快点，送他回去！走，慢点。国主，传朕口谕，叫太医给潘大人治病。是。将军，樊若水来向您道别了，笑得哀莫大于心死。从此去国出走，与江南断义。将军，您若地下有知，当会同意若水的决定。可惜呀，可惜了一员猛将。这晋王的做法也太绝了。皇上，臣以为，晋王或许是担心我军将来伐江南的时候，遇到林人昭会有麻烦。这李渔也太蠢了吧！竟然也会上了当，中了计。冤枉啊，林人昭！不战死疆场，却死法场。一代武将，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曹彬，朕找你来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多多的了解京城。朕要你到京城各处关卡及驻军去看一看。朕想把你调回京城来。是。那臣要不要知会晋王？不用了，这不关他的事。夫人，夫人，晋王派人给夫人下请柬来了。吃谢赏菊。回了他，说我不去。奴婢收到请柬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，可是来的人根本就不听，说这样没法跟晋王交代。夫人，来接您的轿子已经停到宫门口了，赖着不走，怎么办啊？好一个霸王请客！好，我们就给他个交代。妾身蒲柳之质，蒙邀雅宴，受宠若惊。惜妾旧样未愈，又感风寒。王爷拳拳圣意，只能心领。好一个花蕊！你竟敢拒绝本王！凭我今天的地位，我晋王想要全天下的女人都可以，偏偏让你一个降妃，折腾的我像个粗鲁的莽夫一样，真是没意思。可本王要的就是你。你说这个人呐，真的是很奇怪。哼，这普天之下，比你听话的，比你美的女人多的是。可是你越反抗，本王就越想征服。
我把你吃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啊？说话呀！我把天下的女人都吃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哼！就算我这辈子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要对你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娘，启禀王爷，前属孟氏族人求见。啊，都来了。这有人密告说你们与蜀地暗中联系，企图谋反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最好你们自己从实招来吧。没有的事儿啊，晋王，我们来汴京已经多时，早已把此地当成自己的家了，怎么还会要谋反呢？哼，是吗？那本王怎么听说你回过蜀中成都啊？晋王，下官确实回去过，可是下官回去是奔岳父的丧啊，下官绝无谋反的情事。哦，这事出有因呐。啊，我想问问你，谁准你回去了？啊？你回去做了什么事？跟谁说了什么话？谁知道？啊？还有谁回去过了？晋王，臣有陈年古疾，只是回去找草药。找草药啊？没那么简单吧？啊？还有谁呀？最好都给我如实招来。我告诉你们，只有他们两个，本王不相信。我看这样吧，不如你们都写下自白书，啊，听清楚了，写下自白，写下你们是如何打算谋反的，啊。本王会念你们是初犯，坦诚认罪，会给你们子孙一条活路的，啊。否则的话，我让你们同族连坐。燕娘，孟氏族人怎么会无缘无故被下在晋王府的牢里呢？他们有冤屈啊！冤屈？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好。王爷大人，燕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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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谈，我先出去了。哦，谢谢你。燕娘，我们是冤枉的。为了留下我们子孙的活路，我们不得不屈打成招。这封血书，请帮忙交给花蕊夫人。燕娘，大人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我一定会让花蕊夫人救你们出去的。这简直是太无耻了！宋军伐蜀，蜀国14万大军不战而降。现在在国破家亡之后，谁还会来造反？谁会相信？夫人，不打是招，屈打也是招。只要招了供，画了押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这是老天降灾，要灭了孟氏一族。孟氏族人是无辜的，我绝对不会坐视不顾。夫人是要去求皇上吗？求皇上？求皇上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。晋王要是恼羞成怒，孟氏族人连活路都没有了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？燕娘，谢谢你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希望这件事情你当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是皇上问起来，也请你千万不要说，这样就算帮我了。我明白了，是晋王拿着孟氏族人来要挟夫人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这太不公平了。公平？在蜀国竖起降旗的那一天，孟昶就已经把公平
连带他的妻妾、百姓一并拱手送人了。现在也只有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了。小玉，在。备轿。王爷，花蕊夫人到了。臣妾见过晋王。夫人大驾光临，真是使寒舍蓬荜生辉呀！臣妾求晋王放过孟氏一族。夫人，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企图谋反、证据确凿，这可都是他们自己写的。你看清楚。夫人，你让本王放了他们，你知道这要冒多大的危险吗？臣妾只求晋王把他们放了。您的恩德，臣妾铭记在心。今后，臣妾心甘情愿，一切顺着晋王。哼，夫人，快请起。你看，我不是坏人，我要求的并不多，只不过我真正想得到的是你的心。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，我不过是拿回来一点点，我贪心吗？你就不怕被皇上知道吗？这个你放心，我找你的时候，都会在皇上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放心吧。皇上这几天去了运河工地，3、5天之内不会回来。夫人，夫人。哦，小玉，叶娘姐，夫人呢？夫人已经被接去晋王府了。别着急，我们一定想得出办法救夫人的。皇上驾到！奴婢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夫人呢？啊，夫人到别院玩叶子戏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快去把夫人叫回宫来。哦。皇上，请用茶。皇上，要不，臣妾就说个故事给您听吧。好啊，你说。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，师傅拿出一条苦瓜，对弟子们说：“你们随身带着这条苦瓜。”好了，颜良，朕谢谢你留在这里陪朕。不过朕不想等了，朕改天再来吧。是。叶娘恭送皇上。往前。皇上。备轿，朕要去晋王府。是。参见皇上。小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瞎说什么呀！大半夜的，这皇上怎么会来呢？美人儿，一定是你的丫鬟小玉瞎说的。
回宫。你喜欢晋王是吗？你实话实说，朕不会怪罪于你。好，朕只问你一句话：你是心甘情愿去晋王府的吗？记住，要为孟家忍辱活着。孟氏族人就靠你了，皇上，臣妾辜负了您的宠爱，对不住皇上。好，朕知道了。臣弟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光义，朕想了很久，朕在处理花蕊夫人这件事情上面，并非没有瑕疵，是朕太一厢情愿了。哈，皇上，话不能这么讲啊，怪只怪她长得太像昭惠后了。是朕错了，他们像归像，但她终究不是娥皇。娥皇芳魂早已飘渺。光义啊，朕在这件事情上面确实是糊涂，但其中倒也还有明白之处。朕问你，你老实的说，你心里头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喜欢花蕊夫人？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呢？大丈夫襟怀坦荡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光义啊，如果真心的喜欢，就明说嘛。皇上，臣弟只是不愿意因为一个女人跟皇上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喜欢她，就真心的待她。朕自有分寸，绝不会再家产不清。当然了，更不会坏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多谢皇上成全。奉皇上口谕，传谕花蕊夫人及宅仆家婢人等，上曰：凤凰非无不妻，非礼不隐。情之所钟，自可择良而配，随缘而事，此人之常情也。夫人当得遂意如愿，自行择妻迁入晋王府。此谕说白了，皇上的口谕就是说，花蕊夫人可以随自己的心愿换新居所，搬出永乐宫，或者搬入晋王府，谢恩吧。
谢皇上恩典。燕娘，皇上交代了，不见任何人。公公，我是为了花蕊夫人而来，我一定得见到皇上，拜托了公公。哦，好好，你等着啊。好。启禀皇上，燕娘求见。朕很忙，回掉他。是。公公，皇上，他不肯见你。麻烦公公转告皇上，燕娘明日再来求见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让夫人再受任何委屈。奴婢燕娘弃言，夫为皇帝，依备群生，善待降人，非民之幸。然晋王不义，擅作威服，一手遮天，秽乱宫廷，构陷忠良，以致深宫有暗夜之气，狱中有不白之冤。欺者乃属妃华蕊夫人，冤者乃孟氏族人。谁？谁？想给皇上写信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皇上的亲弟弟，你想写什么呀？啊？不如你告诉我呀？啊？还想写信啊？写啊！本王现在正上着火呢，有你也不错。启禀皇上，燕娘她上吊死了。什么？她被发现死在居所里。皇上。备轿。是。草民王三官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往前。下去。王三官，在。朕突然要你查的事，查得如何？回皇上的话，那位女子的尸首已被内侍们火化，不过草民早到了一步，借机匆匆验了一下。真如开封府奏报所言，是自尽的吗？看起来像，其实不是。此话怎讲？那位佳丽颈上确有绳索勒痕，看似悬梁自尽，但草民意外发现，那冤死的女子颈上另有人手勒痕，左耳下2寸处有牙齿咬伤的齿痕，此外手臂上也有多处淤青凝血，证明她生前曾受过不少折磨。皇上，这是草民回家之后凭记忆所绘的验伤图，请皇上过目。你的手，让朕看看你的伤势吧。来，没关系。皇上。这些钱你收下，这是朕赏给你的。草民谢皇上。
切记，此事不传六耳，以免惹祸上身。是，皇上，草民一定守口如瓶。下去吧。谢皇上。你说什么？燕娘自尽了？燕娘并没有犯什么错，她为什么要自尽呢？就算真的要死，该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呀！她真的是自尽了，还是……小玉，陪我去看看。夫人，他们不让人看，他们早把燕娘的尸体烧了。燕娘死得如此不明不白，我留在这里，真的能救孟氏一族吗？不，我得走。哎，这皇上有没有问出什么来？有没有看出什么？没有，小的把一切都推给燕娘了，说燕娘可能是畏罪自杀。哎，王爷，您可别说漏了嘴啊！臣弟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朕找你来，是想和你谈一谈赵普的事。赵普为政专断，贪财贪货、包庇护短，很多臣僚都已经参奏他了，所以朕想要外调他为河阳3城的节度使。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皇上不问燕娘的事，反而跟我谈赵普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是在削弱我身边的力量？有什么意见，你就说出来嘛。啊，没有。皇上，调动大臣的职务，那是朝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，臣弟没意见。那就好。朕再另加封他为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，虚位官衔。是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随身衣物。过去吧。哎，好。下一个，有没有通关证？小玉啊，要过关卡，我们不要夫人紧白天来的时候没有啊，走吧。怎么办呀，夫人？过来。好，过去吧。走。走。通行证呢？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有通行证。不知道。我们家小姐病了，要赶着回家呢。家住哪儿啊？我们夫人。哼，连家住哪儿都不知道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住手！皇上又一次把你赐给了我，你怎么还想逃啊？放了我！王爷，求您放了我们家夫人吧，求求您了！想得美！滚！啊，小玉！夫人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只有2条路可以走：一是你跟我走；2就是死。你的命是我的，就算我得不到你，也没有人能得到。王爷，
我求求您了，放了我们吧，放了夫人。住手！夫人，参见皇上。夫人怎么样了？夫人，她不是你心爱的女人吗？你怎么能忍心对她下如此毒手啊？皇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她要逃。我求您放过我，我只想过一些平凡、简单的生活。闭嘴！皇上已经把你许给我了。不，皇上，如果您不收回成命，臣妾宁愿一死。皇上，夫人好可怜，请您救救我们家夫人吧。你，光义。随他去吧。皇上，她是降妃，她不能出城，让她走。是。你们走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里只是水哈码头，平常只能走走小船。是。我们再到别的码头去看一看吧。是，臣遵旨。你喜欢晋王是吗？皇上，臣妾辜负了您的宠爱，对不住皇上。难怪。那位冤死女子的颈上另有人手勒痕，另外手臂上也有牙齿咬伤的齿痕。朕太傻了，朕真是太傻了。难怪她的笑容是如此的凄凉勉强。原来她是有屈难伸，含冤莫白呀。朕糊涂，朕好糊涂啊！朕是具九州之铁，也难铸此错呀。广义，你有大哥怎样对你呀？这一首有点意思，这叫残局分明一招难呢。只要我这个子儿一下，顶多是个平局，谁都别想赢。赵婆啊，你说话可真深奥，我听不懂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人生如棋，不是吗？正所谓人心无算处，高手有输时。拿我们家乡的一句话说，就更妙了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对了，叫油沁琵琶盒。你想想，这琵琶盒已经够滑溜的了，可是把它往油里这么一沁，哎，那股滑溜劲儿，你说谁还捏得住？哈哈，那个花蕊夫人便是。难怪你跟皇上谁都拿他没辙呀。他本来就是我的，何况皇上曾下了2次口谕，把他赐给我。哼，可是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你这是何苦啊？这美人关便是英雄冢。当年皇上惊天伟地，叱咤风云，是多么的壮阔豪情。可如今却因为江南一段虚无缥缈之情，迟迟不肯伐江南。哎，晋王啊，下官可是真不愿意看到
为了一个女人而把你一生的壮志都栽进去了。这皇上糊涂了，难道你也糊涂了？你是要让我放手？我是要你放眼未来，做大事。哼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啊？难道你想破坏我和皇上兄弟之间的感情吗？晋王，你错了。如果你因为一个女人跟皇上闹僵了，让皇上找机会把你除掉，那你就辜负了太后当年对你金贵之盟的维护了。什么？金贵之盟？建隆2年，太后遗命，把皇上召到榻前去时，正是下官做的笔录。遗命里最重要的一句话便是“如100年后，当传位于光义”。什么？你说的确有此事吗？这等大事，下官敢胡诌吗？船工跑了，船也不见了，要回首都也回不了了，白白浪费了钱了。傻丫头，钱没了想办法赚就是了，至少我们自由了，这还不好吗？夫人说的是，有皇上口谕，我们不用再担心晋王那个魔鬼了。夫人，我们可以做点小买卖。这倒也是。不过，不管做什么买卖，我们得先安顿下来才是啊。这个玉手镯应该可以换点钱。夫人，我全身上下也只剩下这支笔可以换了。小玉啊，把钱保管好，我们先去租个房子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娘娘，娘娘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她是谁啊？奴婢要去租个店面，可以买哪儿可没去你的！小玉，你怎么样啊？有没有摔伤啊，小玉？多管闲事！哎呦！干什么呢？我是皇上的义弟，我要见皇上。草民樊若水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了，起来，快起来呀！起来。好，若水，见到你，朕真是很高兴啊。让朕好好看看你。若水啊，朕一直在盼着你来呀。看来，你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啊！哈，皇上，他的苦可没白吃呀。他这次前来，还给您带来了一份大礼，准保您高兴。哦，这玉桌长案，就像滚滚长江。自古以来，长江就是分隔南北的天堑，所以有三国，有魏晋。皇上知道，小民自幼在江水中讨生活。这些年，小民为了给皇上分忧，扮成渔人，沿江放舟探勘，终于找到了这条大江的7寸，就在采石矶。小民往来江面10多次，放绳丈量，以得其宽度，而且也想出了渡江之法。国主，潘大人，你这是何苦？你都已经病成这个样了，非得要逞强来上书吗？但愿国主能听得进臣的忠言。亲贤臣，远小人。朕就真的这么糟吗？国主杀林人赵，不就听了小人的谗言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韩王也是小人？国主，韩王也许中计，但许攸、徐铉、张继等人不应该添油加醋，误导国主。臣请国主将他们下罪。都回去吧。你的意见，朕会考虑。国主再不听臣的忠言，
臣请告老还乡。潘大人，切不可意气用事。我没有意气用事。好了，潘大人，国主，臣等告退了。潘大人，国主，你再也不能听信小人了，国主。潘大人，李仁照死的冤枉，我一定要替他讨回这个公道。好了，潘大人。我要一直上书，直到把徐攸、张继这般懦弱怕死、自私自利的庸臣赶出朝廷为止啊！否则国家就没有救了。国主并非不知道他下错了旨，他也懊恼得很。只是徐攸这些人，他们虽然自私，但是没有犯大错，国主不能轻易的调开他。倒是你上书言事，说话用词得小心呐。我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覆巢之下无完卵呐！我心里急得很呐。我知道，潘大人，好了，先回家歇着吧。娘娘，娘娘请留步，请您别进去。我要进去见国主，你为什么拦着我？小的不敢，只是这不是时候。刚才潘大人来了，国主被惹了一肚子气，这会儿还烦着呢。那我现在就更应该进去安慰国主才是啊！娘娘，你。对了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娘娘有什么话，尽管问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着国主误入歧途，去私会闲花野草！你难道以为本宫就这么好欺负，这么好骗吗？娘娘，您误会了，那不是什么闲花野草，那是蜀国的祥妃花蕊夫人。说清楚。国主她是为了国事才冒险去北朝的，谁知道刚好花蕊夫人也在那儿，是她半夜求见国主，不是国主去找她的。花蕊夫人跟昭惠娘娘长得真的很像，所以国主就把花蕊夫人当成了姐姐，动了情了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是她求国主，让国主带她下江南，不过也没成。依小的看，这一切都是大宋皇帝利用国主思念昭惠娘娘故意设下的圈套，不关国主的事啊。都国事如麻了，还碰到什么花蕊夫人，真是……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娘娘，您瞧这个，好精致的送子观音。这是官窑新烧呈上来的吗？才不是呢，这是奴婢在市集上不经意发现的。奴婢瞧它烧得巧，又是送子观音，多有意义呀，就忍不住买了，想给娘娘把玩，添个喜气。多事。那些什么歌谣、军谣，就懂得烧些瓶瓶罐罐，还不如民谣的工匠有趣呢。我们这里有民谣吗？有，城南的田景巷就有一个陶瓷作坊，师傅有的一脉相承，有的无师自通，尽捡好玩的捏。什么李白醉月、姜太公钓鱼，还有12生肖，个个惟妙惟肖，巧极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要是娘娘有兴趣的话，奴婢带您去瞧瞧。